那都没说啊，是根据基本那个嘛的。没有妄想的这个心，没有办法可以1分钟很清静下来。这那呢，这你还没把那么多把晓得人嘛都，给多把的，那多的现在那就牛的。那这些当中，一切都是烦恼的这个妄想，不可能没有这个烦恼的这个妄想，而且不会有这个善的这个念头。去年是那边就告诉，甚至那都穿的的，爬山呢，那都干呢，上到东湖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断除一些的妄想的这个念头，那清净的方面来修行。我做吃了饱的没办法，他第2年。吃了吐嘛没办法巴入的嘞，旅店的来到的马龙啊没办法，旅去弄远的。那我们呢，这个无始劫以来到现在，生生世世轮回当中呢，我们呢当过了好几次的这个众生，就是有脱胎了好几次，我们呢得了很多的这个肉体。对啊，吐嘛没办法没得嘞，家东吃么，干巴中没办法，嘛那点的。那无始劫这个不只是只有这个100年或者1000年或者万年，就是千万年的这个以上。第一个是旅马来话说的，第二个马来家里人啊旅去来给的。那我们呢，这个脱胎的时候不可能是没有肉体的，我们呢必须要依靠这个肉体。如像现在来讲，也是我们都有肉体。旅来比就告诉我说。没去旅容，但是都有嘛的。那得到这个肉体呢，不见得是一定是人生的这个肉体。可是呢，若是出了，用的考嘞，都有吧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6道当中呢，一直都是旋转的。所以就是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个人生。我就刚到工作呢，然后连着来准备来找那个人嘛都现在有嘛的。那无论是脱胎到哪里，最主要是靠自己的这个因跟这个业，并不是说所有这个自在。可是呢，是没给来晓得是人嘛都。给来听啊是少个吧就没办法的。那我们呢，无论是一切都是造这个恶业的，我们不会去造这个善事的，我们的善事造的方面呢比较少。没给来给没，听话的，伢娃弄的旅来的，伢娃弄的，老全部没不的，我说那就个样子。那你造了这个恶业，就会堕入这个地狱道，就是要当成地狱道的这个众生。那地狱道里面呢，必须要受这个几百年的这个痛苦。伢娃弄的那个都，人吧，现在伢呢，他们就这新罗个人嘛都，伢娃去看那个，些那个出发之类的嘛的。那要堕入这个地狱道的时候呢，必须要受各种的这个地狱道的痛苦，而且就是地狱道必须有每个次第来这个堕入，并不是说比较受这个这样的这个痛苦是那么容易的。伢娃了，我参与伢娃节，中医伢娃节，年岁娃，年好娃，我觉得休闲不觉得。那地狱道来讲的话，这个8种的热道的这个地狱。8种的这个冷道的这个地狱，还有这个金地狱等等各种的这个地狱道的痛苦。中医伢娃我这张就开个了。那冷道的这个地狱来讲，也有8种的这个地狱道。我这张上就这种第13年，干巴都我用这个之类嘛都，这么是留上没个之类。那这些一切的当中，你脱胎了这些的这个地方的话，必须要这个几世界这个受这个痛苦的。伢呢这才修来，这里一道上些够的。
那远离了这个地狱道的痛苦了之后呢，你必须要受这个恶鬼道的痛苦。 이라랑 뭐 시기 들어가지 남거 들어가지 그거지 들어가지서 이라지리 만라 종매 받지 그랬어. 那恶鬼道也是有种种的恶鬼道，这个外的这个恶鬼道，内的恶鬼道，这个东的这个恶鬼道，种种的这个不同的恶鬼道。 然后呢，就要脱胎到这个畜生道。 那这个出生道也是有种种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出生道跟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出生道。Pena, tenro rila, rinda mandavada, sheva mamboyeres. 那假如说这个出生道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种类，也有这个几百亿的这样的出生道。Tene yartadi, flamayendi yodu segires. 然后呢，这个远离了这个出生道的痛苦了之后，会脱胎到阿修罗道。 Ena tantijiron chadon monsun konaki, tabar digitile sere tumre damde hijat masu kyadasin on neyeres. 那这些的这个阿修罗道，就是充满了这个嗔恨贪嗔痴的这个烦恼，所以他每次都是必须有这个斗争，还有这个战争打仗。 Ena tantijiron, ena tanti dungar nyon duate, ranon suto ki lesa kyogaba chire mato, lesa kyogaba mebaji dungar kariyo nyon mares. 那所以这些的一切的这个痛苦，我们有受这样的这个痛苦，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所造的这个业所得到的这个果。假如说自己没有造这样的这个业的话，我们就不会受这样的这个痛苦。 Rangle le mena nyamana pongjana o su nyawi dungar nyon mares. 那假如说自己根本没有这个造业的话，假如你已经脱胎到这个地狱道，你不会受这个地狱道的痛苦。 Nyawa la soba re du teno sei le yobate, klayo de janao, nyari dungar tamche nyon du gures. 那地狱道的这个众生，假如说他们造了种种的这个业，那可是呢，他们脱胎到这个天道的话，他们也必须要受这个地狱道的这个痛苦。 Karesana rangi sende, trenji mombochi de ninti toba de kuchembo yorba ti jengire. 那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心呢，有各种的这个摄受了各种的这个烦恼跟这个妄想，这个乱叫妄想的，所以必须要受这样的这个果报。 Sano tondo rangi sende, keti machi lelese nugmenduas. 那我们呢，现在来讲，我们1分钟一刹那也没有办法可以心能够可以清净下来。 Na doji sewen chadon monson lomba kore mato, gei shode pe nyunyurwas. 那你妄想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妄想呢，必须会摄受贪嗔痴的这个烦恼，不可能会有这个善的这个念头。 Indege mentong atane mares. Miki matong damda mabotongers. 那就是妄想的时候，我们眼是没有看到的，也会很多的这个看到了。 Telayong nyemo dunga son tanti song dunga jires. 那这些的这个无形的这个众生，也会有各种的这个具足了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 Tena tanti senki sano tong chadon monso toba shegawa tegeo lesa dogres. 那这些一切都是他们呢有贪嗔痴的这个烦恼所造的这个业。 Tege de dipi le de yedon de meva jingasole duas. 所以相对的就是我们呢有种种的这个造业，就是各种的这个业障，就是我们无数的这个业障都我们造了。 Dipa megawa shukchewa sama tanti nyarwana shegires. 那我们造了很重的这个业，就是造了很重的这个业，就会堕入这个地狱道。 Esawa tanti yedon shegires. 那比较轻一点的话，可能会堕入这个恶鬼道。 Tele sawa de tendo shegires. 那比这个轻的话，就会堕入这个畜生道。 Yena yang tena tanti ji sentenji dong monu shena nyarwa je sentenji dongka kande je saji durno gijire mato
中华这样没办法的。那这些一切的这个众生，他们是无数的，这些的这个算数是没有办法可以算得出来的。假如说这个地狱道的这个众生来讲，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当中的这个沙子的这个数字，跟他们是一样的无数的。你懂三对懂，那么各级当中，都没办法的。那无论是白天或晚上，一日一夜，一切都是1分钟也没有办法可能清净的，一切都是受痛苦的。别难念哇，真正是的那呢，甚至中没办法，要是甚至中没办法烂的样呢，那是什么东西中国啥也吧，中国的有种生意那呢，甚至刚中没办法讲路呢，突然到这些样的，第一个的呢。那些家肉个那如像这个无间地狱来讲的话，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无数的这个众生都会受各种的这个痛苦，因为他们那边呢有很大的这个桶的这个容器，那这个容器里面呢就是很多的众生在这个里面，然后上面呢一直在铁锤呢敲在他们的这个头上，所以有受这样的这个痛苦。那些家肉那个这个对吧？那就这个的是的。那他们的这个，那他们的这个灵魂离开的时候，他们好像心里面会得到这个快乐，因为他们那就是因为一种这个轮回，所讲的就是轮回。用头也教为那个，当时也睡着了。然后呢，这个铁锤拿上来的时候，他们又醒来了，又重复了。我天天起来嘛多嘞，你要一弄gar说呢，对吧？开始都没办法的。所以呢，假如说堕入这个地狱道的话，根本没有这个快乐的。这样东西没去，他们甚至当时老龙说都，他们谁给我教到这嘛都，他们就对吧？没办法说呀嘛的。那这些的一切的这个众生，都是当过我们的父母亲的，跟我们有关系，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关系。那说你点看。不做嘛就做，送去逻辑呢，肯定忙不进的。像现在娑婆世界当中，假如说蚂蚁来讲的话，蚂蚁的数字也是非常多的。因为讲动作忙不进，你要是甚至忙一点。那这个比100倍、1000倍在地狱道的众生的数字是更多的。对的，罗日出。对面刚学是那，对吧？各级都没办法，另外就讲出全部我得了。所以呢，无论是你脱胎到任何的这个6道，无论是33道或者是这个32道，那这些当中没有这个一刹那的这个快乐，一切都是受痛苦的。那种没得，那个就对吧？全部都有了。那现在这个天道跟人道呢，有一个短暂的这个快乐。那种没有的些的，生命中都原来当时中华现在真的是，人呢见到那的真的是。那脱胎到这个天道跟人道的数字呢，像我们的这个手指上面的这个灰尘一样的，其他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少数的。那种说没是的被忙忙的中国人，实际上到呢，那是对的被马上就有的。那我们看起来人的这个人数呢非常的多，可是呢对这个一切的这个出生道来比起来，我们的人呢非常的这个少数的。你里头头呀对了，现在呢就刚刚有了。那要得到这样的人生也是非常要辛苦。卡的是呢。Liden la sutum number taba chidong malam number taba tenre chiki jene me liden top gear。那为什么呢？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人生的时候，必须要具备清净的这个戒律，跟要发一个这个圆满的这个愿，一个善良的这个愿，才能够可以得到这样的人生。这里说的。sutum number taba summa de kena ne jo kambore ba
那要亲近所有的这个戒律呢，非常的少。这是米利托呀的，现在干不是，所以呢，要能够得到人生也是非常的少数。现在俺们说，米利的托有人，可是呢，我们都得到了这样的人生。现在米利怎么说呀？东米利七八岁你有人。那可是呢，人生有两种，一个是反复的人生，跟一个是人中之宝，就殊胜的人生，有两种。去还不过话，在这里在这里，那是你在讲了，别蒙不了。那根本不了解这个佛法，根本没有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在世间当中呢非常多的。电脑上就马些那个。没前年从马去来的呢，米利怎么来嘛都，米利七八千去买的。那这些一切都是他们有说话的能力，有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呢具备了人的这个体性。可是呢，这个只能成为是这个反复的人，不能成为是殊胜的人。米利七八千谁要的？上街去担把人家了，去娘是来。那什么叫做殊胜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可以能机会亲近佛陀的这个真法，那可以亲近一些如法的上师，有机会学习这个佛法，才能成为是殊胜的人生。那我们说，什么东呢？说呢，米利七八千人个人。上了东呢，现在没理解不清，来ทุกข์的确实呢。可是呢，我们好好思考，自己要反省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殊胜的人生。原来用俺说确实来别讲俺了。可是呢，我们要学习这个真法，非常的困难。俺说当俺考完的了，考完那丢了，当然我真的是呢。因为我们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呢，生生世世，这个生生劫劫就一直在这个轮回当中旋转。那我们还是这样的翻译的话，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一直到这个轮回面试当中。考完的了，先小提瓦当，后面呢，考完的差不多就这个刚开始哇，等待这个呢。我们呢，在这个轮回当中，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就是有各种的这种的习惯，一切都是烦恼的这样的升起的这个习惯，所以往这个佛法上面要思维的这样的这个方面是非常难的。那现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而已，并不是一个非常这样的广大的痛苦。你说这个American的这样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靠着控制了，那么这个去个问题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方面，在西方国家，比如说在美国地区，用这样的这个轮回的痛苦方面开始的话，他们就会生气，说这个上师不会这个开始佛法。因为他们的耳朵当中呢，要听闻到一个很好的话。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可以讲一个很好的一些很好的。可是你没写把这个盖的上了东呢，但可把东西这样做人的时候呢，然后说都哈过去的故事。那可是呢，要讲到一些轮回的这个过患，轮回的一些痛苦的话，我们就会这个反省，我们呢思维了解这个轮回是如像这个大海的这个痛苦当中。